另外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，这是新竹县北部乡的第三线伫昨下晡的时阵呢，有一台游览车是连续启动头前4台轿车了后，又搁冲去对向的水沟内。这60岁查甫的驾驶是死亡，另外一个60岁这女性的副驾驶呢是重伤。根据这初步的调查，伫发生事故进前，其实这台游览车呢都有去弄到消防栓，敢是因为这机械问题，今麦是要搁咧找原因。银色的游览车并伫路边，消防人员赶紧把驾驶救出来急救。新竹县北部乡第三线拜下晡发生游览车严重车祸，对象有4台自小客车受撞停靠路边，游览车逆向冲撞路边，造成侧翻翻覆。消防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发现车顶60岁驾驶无喘气心跳，送病院尾仔不幸死亡。另外一名60岁女导游受重伤，目前搁伫新竹台大病院加护病房抢救。车上2名伤者分别为驾驶以及乘客，驾驶夹困，呈现欧卡。乘客在前门附近趴卧，意识清楚，左肩膀明显变形，救灾救护人员立即抢救。警方指出，游览车原底是载游客对淡水到苗栗旅游，经过竹东市区的时阵，就已经无适宜启动着路边的消防栓。游客再改坐其他的游览车继续行程，所以车顶敢若剩驾驶甲导游。游览车司机唔知影是什么原因，车阁继续驶对北部，再连续弄到4台车后，到尾仔去弄到对面山壁变过去。互游览车弄到4台车顶，人好加载只有轻伤。事故原因到底是车辆机械故障，也是其他的原因？警方目前正在调查当中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